不如种安尼较做伙啊！啊，这个，好，咱要叫一个，好不？一个，外带。好。你这是综合的，这款你像这两个敢若共款，啊对吧？这是古仔啦，这个虾啊，这个是咸姜啊，嘿，对，这啊嘛kimchi，kimchi嘛吼，咸鸡的，kimchi咸鸡的，kimchi 这样吧安尼我想要食这，kimchi，哦，做烧的啊。伊的皮敢若甲一般酒饺皮无啥共款，个较薄，伊较润吼，较夹起来较有嚼劲吼。这就是即马流行的咸姜啊嘛，内面挂吧。哎呦，新洋辣椒、新油辣、咸姜啊，你下啊，叫有肉，往那个包起来。啊，伊咸椒会咸的。袂，当然咧，剥皮咸姜迄种啊。这咸椒啊，咸的啦。哦，这真够好食，这袂歹，等下再来买一回。会使啊。嗯。